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港股財經大事，呢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5月21日香港時間下晝5點正。今日個市繼續有戲睇，恒指朝早升咗0.62%到23,827點，港股通大消費指數仲犀利，飆升1.37%，創埋3個月最大單日升幅。最搶一貨嗰個梗係泡泡瑪特啦，最高衝上220蚊歷史新高，單日升3.75%，市值直逼2800億銀，帶挈埋安踏體育同康方生物呢啲新消費股齊齊升超過5%同6.67%，真係飲杯珍珠奶茶嘅時間都走晒寶啊！其實琴日個市已經露晒端倪，新消費三姊妹泡泡瑪特、蜜雪集團同老鋪黃金齊齊發力，老鋪黃金仲爆升7.44%，最搶眼。睇返港交所數據，衍生品市場成交額16個交易日就爆咗3000億，個勢頭勁到癲。不過有啲醒目錢開始食糊，聽講有機構投資組合已經全數套現，仲有大行好似瑞銀咁提醒泡泡瑪特估值風險，話市盈率高過行業平均40%，真係要睇實啲。新股市場就更加墟冚，今年頭3個月 IPO 集資額187億銀，按年激增近4倍，仲有120單上市申請排緊隊。今日焦點梗係恒瑞醫藥定價日，同埋聽日小鵬汽車派成績表啦。企業回購都幫咗唔少手，好似天福一口氣掟6000萬銀回購，彩客新能源都跟住增持，管理層擺明睇好估值收復。板塊方面真係幾家歡喜幾家愁，新消費同生物科技繼續食糊，康方生物飆6.67%，百濟神州都跟升1.8%。不過另一邊廂新能源股腳軟，贛鋒鋰業跌1.2%，傳統零售股周大福反而逆市升2.81%，真係同人唔同命。商品市場都冇乜精神 ，LME 期銅今個月累跌5.2%，搞到資源股有壓力。聽日個市點行？要盯實兩大指標，朝早公布嘅港元拆借利率決議，同埋泡泡瑪特呢啲領漲股會唔會有人獲利回吐？中長線就要留意港交所排緊隊嘅120單 IPO 會唔會抽走市場資金，同埋衍生品同商品市場成交差距擴大到17%嘅啟示。講開又講，摩根士丹利仲將泡泡瑪特目標價推到230蚊，唔知各位有貨嘅朋友會唔會繼續坐定定呢？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